凄惨啊！我无遵守咱的三明海誓，有着照顾的责任，我绝对不起你的。我一世人，小敏啊，害你无后生。 妈，小云，你今晚伫倒？是不是跟恁阿姨做伙？训好你哦。一晨，高美女，麻烦你搞弄一个交代。 这个怪好心。多谢你啦！哪个艰苦啊？我哪有可能袂艰苦？当然甲阿姨，就亲像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同款。 我从来冇看过阿姨这尔生气，伊几乎就是准备找党的生肖。党的是这尔疼惜阿姨，因两个人若是因为这个代志离婚，那安尼，我真正唔敢想啦。哎呀，领导的甲头家娘哦，拢是明理的人，我相信伊一定用理性方法去处理这件代志，伊就莫烦恼遐尔济啊。凡是代志哦，无参像你想的遐尔严重的。 啊，人是常咧讲，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这意思就是讲吼，要做翁仔某爱有100年缘分，哪有可能话长就长的啊？希望真正亲像你所讲的安尼，不过我是感觉心内足不安的。来哦，人客啊，买衫买裤无彩钱，该衫该裤该心情哦，人客哦，进来哦。哎，不是洪小姐啊？ 无彩钱，该衫该裤该心情啊！洪小姐啊！买衫买，一个。一个，啊，你哪会来遮？洪小姐，啊你哪改动啊？嘿啊，我即马从良，要重新做人啊啦！安尼伊哦，你唔则袂叫人看袂起。啊？ 啥物我用看不起啊？唔是啦，我讲伤紧啊啦，是我袂去叫人看袂起啦。对啦，洪小姐，你是想济啊？佮讲真诶啊，你也无偷无抢啊，你比迄一寡吼好脚好手，要接唔讨糖诶人好过600倍，你莫安尼看轻你家己啦。迄是因为你唔知影我是你的妈妈，你若是知影，你都袂安尼想啊。对啊。 既然伊过来啊，我就要找机会来证明看伊是不是我的小毛。一哥，小云，要来阮兜领粮的无哈？洪小姐唔免啦。其实阮今仔来遮哦，是头家娘专门叫我来找你的，就是要请你去纠正一下。洪小姐，阿姨我唔管安怎，拢爱请你跟我回去一撮。 哎呦，那是啥物代志啊？这么坚持，一定爱我去。洪小姐啊，头样讲哦，你是林公义当年女朋友，林公义甲江强华是有关系，所以想要请你去纠正一撮。我想哦，应该是要甲你纠正一寡代志啊。所以洪小姐哦，麻烦你跟我回去啦。好啊，你帮我摕一个啊。 你哪会走啊？金勇啊！
去地附近啊，来去找看嘛。是我的小毛，伊真正是我死线20几年的后生。你的手会当拍啊？哦，真正要互你惊死！你差钱那就铁问你，还是表演无敌风火轮呢？你还跟我讲的？我的裤差点让你往下歹。我是要救你呢。什么在救我？我看是红椒姐救咱两个啦。红椒姐。是安怎？是听到哟？你莫哭啦！是的啦，都是我后白走，才会互你差点要摔落去。洪小姐，你是安怎要再互阮药啊？洪小姐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头家就找你，只是想要问你一寡代志尔。伊绝对袂对你安怎，而且我会伫你的身躯边保护你啊！你放心，有我伫，我绝对会保护你安全。即嘛是要安怎？伊个伊确定是我的后生啊！啊，不过我无想要因为你想办和小敏失去甲伊相处的机会。小姐，你有看到物件被害的过程？迄就是天公伯要叫你替长华做见证，婚卖死了遐尼不明不白，死了遐尼冤枉。我拜托你将真相讲出来好无？啊无，我再留甲你跪啦！高总裁，你莫甲我跪啦，你莫甲我跪啦！你安尼哦，我会真会想呢。啊那安尼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将真相讲出来好无？王小姐啊，今仔你若是唔知影真相的做啥，啊，既然你知影，为什么唔讲出来？你若是讲出来，唔但会当替这死去的人来伸冤，还当替家己接我用着。啊，你若是唔讲，你就是咧包庇凶手。你安尼做哦，甲杀伊的凶手有啥物无同？我嘛遮尔衰啊，无代无志走去遐啦。好啦，我讲啦。我袂使讲的啦，我若甲这个秘密讲出来，阎罗王早就袂放我煞。我若连命拢无去，我是要安怎甲我的小毛相认？袂当讲，袂当讲，我绝对袂当讲的啦。王强，我拜托你，你紧讲好无？你紧讲啊！我唔知啊啦，我真正都唔知啊！你莫讲骗我，莫讲骗我好无？啊，你明明都已经要讲出来，是安怎伊阁还讲？是啊，凤小姐，你紧讲好无？我求你啦。王娇，啊，阮大家安尼为着咧，一直甲你拜托，一直甲你求，你就是唔甲秘密讲出来。我看你都唔是心肝遐凶的人，你是咧惊啥？无要紧啦，阮同互你靠，免惊。拜托你，
有要紧无啦？安尼啦吼。好啊好啊好啊！恁大家拢别甲逼啊！你看伊大遐面，我提互恁看就是。恁哦，作恶多端，心灵无可能甲恁指示保庇。若要以你的罪行哦，地高站又顶地降。华龙洲竞赛，啥人无谈就过关。